咁我喺澳門出生嘅，由細到大咧澳門成長咁樣啦。咁喺我年青嘅時代咧，就遇到位澳門嘅畫家，佢叫做金像玲先生。咁咧佢係一個水彩畫家啦，亦都素描畫得非常之好。咁除咗學習啲繪畫技巧之外咧，咁亦都咧對我哋本身嘅生活嘅環境有好大嘅了解咯。咁後來嘅階段咧，我有機會變成一個平面設計師啦，去為一啲展覽啊，一啲活動啊，一啲音樂會咧就設計海報啊，後面啲都係嘅。喺再一個階段咧，我就有機會能夠去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度工作。咁再喺下一階段，當我變去咗澳門嘅文化局工作嘅時候咧，我嘅團隊係更加大。咁呢個就係我好感受到一個團體嘅一種力量，就係話我哋互相支持啦，互相鼓勵啦。個目的一個咧就係話能夠好好彰顯澳門嘅文化嘅特色啦，亦都咧將我哋背靠祖國啦嘅一個咁大嘅優勢咧，能夠將呢個故事講到出嚟啦咁樣啦。我好開心，而家就喺澳門科技大學度工作啦。咁我嘅教學嘅理念咧就係話，我唔係教我哋嘅同學啲乜嘢，而係透過互動入邊咧去啟發我哋嘅同學去揾自己嚇，對自己係嘅乜嘢嘅人啦，乜嘢對自己有興趣啦咁，我會有好多方法嘅。有時咧就會帶佢哋去文化遺產現場啦，去考察啦，亦都喺課堂咧會做一啲唔同嘅練習啦。咁另一方面咧就將啲理論亦都灌輸俾大家咁樣啦。一方面就係我哋立足澳門嘅時候咧，能夠將澳門嘅特質咧去介紹俾學生啦。另外一方面咧，亦都咧能夠趁住呢個平台咧，好好咁將我哋中華文化嘅優良傳統啦或者精髓啦，可以介紹俾下一代咯。澳門咧喺400幾年前咧已經成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平台㗎啦。咁其實大灣區嘅城市咧，其實可以我哋想像成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化交流嘅平台。另外咧，我哋都係透過呢個平台咧，引進咗啲唔同嘅經驗啦，一啲新嘅睇法啦，令到大家互相成長啦，互相去豐富大家嘅一個藝術嘅視野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事情。咁樣喺呢個過程，雖然個身份嗰度轉變啦，我諗最唔改變嘅就係我對澳門嗰種熱愛，同埋對文化嗰種關心啊，同埋喜愛咯。